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伫5月份加冕了后，头一届阅兵参加伊官方的生日庆典。两个王子等人拢对伫伊的分数边，骑马参加皇家的阅兵仪式。这嘛是从1986年以来，有英国在位的君主伫咧庆典当中骑马，接受大家祝福。 英国白金汉宫的大门拍开，由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带头的王室成员一位接一位骑马行出来，后壁是2只白马厩马车。这马车的王室成员分别是穿着红色马服的卡米拉王后，加绿色套装的凯特王妃，加3名小王孙。 Kate, I love them all. I do love them all, but I love the kids, the way they act and the way they wave to everybody.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5月举办加冕礼了后，在当地17头一届阅兵，庆祝王室官方生日庆典。这届庆典当中有超过1400名英国皇家卫兵参加，动员300多只马，甲皇家乐队成员做伙为白金汉宫行到伦敦市中心的骑兵卫队阅兵场。这嘛是1986年已经过身的女王伊丽莎白2世伫60岁以后，搁一摆有英国在位的君王伫庆典的时阵骑马，互到现场的8000多名观众看甲是真激动。 Just all the colours and all the pageantry. It's just so British and so patriotic, and it just gives you a really good vibe to be here, really positive and uplifting. 这个英国的传统仪式是为1760年开始，每一档拢会举办官方君主庆祝生日的仪式。虽然查尔斯三世生日是伫11月14，不过依照传统选择伫夏季做官方庆祝生日活动。而未来伊真正生日迄一天，会用私人的方式来举办。伫阅兵了后，王室成员登去白金汉宫看空军表演。 军机搁伫空中摆出国王的名字，最后喷出代表英国国旗色水的彩色烟雾，结束这场活动。国视新闻台是唐冰玉。